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是正段消息。来看侯友宜昨到凯达格兰大道参加甲路兴和民众的大游行，讲一个就台再度和民众甲死甲喊话。因为侯友宜伫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会议，迟到2分钟到位。国民党的立委尤玉兰伫台顶拖时间，讲话阁无适当。伊讲处理台湾的交通袂使搁等。 爱甲责任，予后一届的总统侯友宜。尤玉兰今仔日会歹势讲伊失言咯。另外，国民党的立委鲍昆萁伫面册内表示，在野的阵营，包括侯友宜、郭文摕甲郭台铭，若是拢袂小让，继续来分裂，安尼三只猪仔囝就会变做猪头三兄弟，直接来保送着民进党的赖清德当选总统。 昨起开道参加兴罗移民的大游行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一上台讲话，大开人就真不满。因为那样立委尤玉兰讲，台湾的交通安全已经是到了1分钟刻不容缓，我们只有把这样的责任交给下一任的总统侯友宜。 不过有到场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甲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摕，拢无讲到政治的议题。昨天好，就算我失言，我概括承受。尤玉兰承认失言，不过嘛是因为侯友宜晚到差不多2分钟，可能是伫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会议。新北市大概从下午将近2点开始，在板桥、三峡、新店。 甚至包括新庄，陆陆续续下起短连时的强降雨。民众无认同侯友宜，当来同志嘛，甲挑战。国民党立委鲍昆萁昨日伫面册写讲，在野的阵营就算有6成的国民希望讲政党轮替，也不郭文摕、侯友宜、郭台铭拢无要相让，意思讲民调差人一截，任何人拢无法单独超越民进党的赖清德。 都要3人合作才会赢，和台湾走向和平安定。若继续分裂，三只猪仔囝会沦为猪头三兄弟，将会保送大野狼赖清德。选民在拜托我们回去要跟高层讲说，拜托你们赶快整合吧，呼吁在野的朋友，大家都要听到最基层民众诚挚的拜托。 在野阵营就算战略目标拢是政党轮替，不过侯友宜、郭文摕、郭台铭若继续无要受让，时到恐惊犹原是三回想担无水通啉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